辛苦係佢做晒。咁呢把嘢係 slip join 嘅，冇 lock 嘅。咁所以使用上咧，即係我建議大家咧，即係都係會揸刀片咁揸就最穩陣，最好揸住個 Spyderco，即係直情揸住把刀，即係咁樣用安全啲，即係就唔好咁用，即係佢個柄係即係純粹係用嚟收埋把刀嘅，唔係啤力嘅，即係真係斬手指嘅，所以唔好咁力，即係最好咁力，即係咁力都唔好，因為把刀都會喐，所以係冇意思。最好就直接拎把刀，開箱啊，你開少少 packing 啊，你戒少少嘢啊，咁你周圍冇戒刀，咁你可能有張紙咁，你攞把尺咁戒一戒，完全做到晒。因為你睇佢直身成把戒刀咁嘅 grind 啊，咁啊呢把嘢幾好啊，唔錯，即係唔錯。